观赏台式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。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。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。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师妹啊，来，哦，趁烧紧来啉。迄是啥？是你进前摕我，跟我食的。安尼哦。啥啦？伊知影你无欢喜哦。无啦。唉，讲到这秀玲吼，实在吼是真歹命啦。伊安尼当初吼都足糊涂的，要缀迄个热金土走。若无人来做我的新妇吼，凡世吼，即马嘛生几个孙互我抱。嘛免历死我这个老的安尼吼，四界咧求神托佛，一日敢毋得顿家顿鸭要互新妇补，看会当讲吼，甲我补一下孙无啦。趁小紧啉的啦。要倒样呢？慧姐啊，我来倒啊。孙家嘿。秀玲，你有要紧无啦？我送你来转啦。无要紧啊，我会堪的。哎呦，但你即马是我这安排呢，只有爱你，身体嘛是爱顾啊。我知影，我要来转啊。好。哎，迄个吼，慢慢来行呢。你若袂晓啉，就莫啉遐尼济嘛。敢是我爱你的，是上强爱你的，你来甲创啥？哎，秀玲，秀玲，你不要紧。秀玲，你遐敢有10万块？ 10万？你要遐尼济钱创啥？你遐到底有无？你若唔甲我讲你要创啥，一仙5年嘛无啦！哎，秀玲，秀玲，我是我甲你讲的啊，我要重新做起，我这边要做生意啦，做生意总还有生意部对无？做生意，你是毋是跋筊欠了缴钱？还是啉烧酒欠了缴钱？你哪会做生意啊？你早就真做啊啦！秀玲，我就
甲你讲过，我真是要做生意。再讲，这阵啊，饮酒、外脚，我全拢改啊。请你相信我，好无？你还有无？先摕来借我。你要做啥生意？是，我甲你讲，我这边做这生意哦，一边哦，就会当赚几落倍啦。我若是赚到钱哦，我全拢摕来互你好。你的心肝会这么大？无这么好康的代志啦！秀玲，我是恁翁，你总嘛要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试看卖啊，对无？就算讲我相信，这嘛无够啊！看卖，有偌济算偌济啦，先摕来借我。金土，金土，金土，你是要搞出世啊，金土！是嘞，你遮，我来遮要找你尔。什么？迄精神哦，好脚好酒，别讲唔讨谈，实在做唔是款嘞。秀莲，秀莲，秀莲。哎，金良雄啊，啊你是咧算啥哈？哎呦，啊你头有这落物件啦，这倒会摕？是我伫爸爸妈妈的房间找到的啊，内底阁有足多呢。哎呦，这毋是咧算的啦。我这是咧创啥啦？囡仔人吼有耳无嘴啦，你点点啦。哎呦，这个实在，姊妹啊，姊妹，阿母，我有甲你准备你上爱食的咸鲢鱼呢。无啊，阮当家是甲你有冤仇了，啊无你想要互阮绝囝绝孙呐？阿母，我毋知你咧讲啥。这是啥？安怎？讲袂出来？你这个查某心肝是真暗毒呢。你安尼带两个地叫啊，嫁来阮当家，我甲阿兄敢咧对你歹？啊，你摕这个物件换阿兄用，你是啥物意思啦？阿母，你误会啊啦。我误会，人心地来啦。无才讲我安尼逐工吼求神托佛，tìm过tìm啊甲你报，毋茫讲吼看你会生一个孙互我抱无哈？你毋轻死无要紧，你莫阁叫阮当家断了私心啦！不是啦，是我无爱生的啦。你即马咧讲啥？咱有用金用，约好这两个囡仔，就敢若家己亲生同款。我惊家己生了后，会袂阁疼因啦。所以讲我，你哪点点？你真老，你真会啦吼！你拢替别人咧想，你哪拢无替我这个老母小想咧哈？我老实甲你讲啦，咱当家的祖先哦，唔讲万事恐会来拜啦。啊无你莫生气啦，你听我讲。你莫搁讲啊！人讲的无毋对，囝人还袂出的时阵吼，是老母生啦；囝人娶某，就变某生的啦。好啦，我若当作有死，敢若无补咧啦。敢若安尼吼，我规气爬出来啦。你莫安尼啦，你免搁讲啊啦。我若真看破你，甲既然你心目中哦无我这个老母的存在，那我大个才有要创啥？加顶地，加顾你乱的嘛，我搬出来好啊啦。我知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阿母，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好啦。我求你莫走，你原谅我甲阿姨好无？好无？你若知影唔对啊，爱我原谅会用的。等下我抱着孙，你刚才搁讲啦。你看阿母气甲安尼，你真是何苦啦？这是我答应国强，要照顾这两个囡仔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
小姐，伊到底什么病？哦，医生讲伊是长期营养不良，欠血甲足严重的，以后嘛袂使互伊啉烧酒，工课嘛袂使互伊做甲足粗重的，上好是踮咧厝的静养1年。什么？情况1年哦？是。静养1年，安尼秀莲甲明玉，因两个母囝是变哪生活呢？阿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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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你来啊！讲，有啥就紧讲，甲怎呢？圆圆啊，我要急死了呗。袂是安尼啦，较早唔敢甲你讲咁白，是惊你身体无好，受到刺激。但即马无讲袂用。娃娃，哎呀，你是啥物代志拢甲我骗，无要甲我讲是哦？啊？是安尼啦。嘿，阿三打电话甲我讲秀玲伊即马伫病院啊。少年伫病，哎人是安怎？啊，迄个偌紧都迄个唔正经嘞，伊是安怎？你莫着急啊！我你无甲我讲，我要你这个，你甲我讲，唔信你唔着讲。你甲我讲啊！安怎啦？我想要带你去台北，去找秀玲。你秀玲今日检验是2岁。阿伯，这间啊，秀玲啊，那无看秀玲人，人啊，是秀玲个名无毋对咧。阿三啊嘛甲我讲是这间啊。可能伊做检查啦，我来查看卖。免啦，哎呀，较若这间无毋对吼，无咱就坐遮等啦。咱坐眠车坐几暗遐忝吼，袂要紧啦，遮等一下啦。奇怪，我叫阿三啊，无论如何，顾秀玲顾我出院呢，人嘛走倒去。我本来是咧想讲，我这世人可能无机会去看到阮秀玲啊。想袂到讲，会来遮当去找到伊啊！阿伯，这是喜事呢，人好哦。嘿啦，来，再坐啦。阿伯阿姨，伊哪来啊？我即摆呢，不应该，我不应该见面。秀玲，我说小姐，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。哪会遐久咧？无咱来找看人好无？好呀，来，你当位是？我住伫遮秀玲的老爸啦。我是朋友。哦，已经走了咧，出院啊？走啊？嘿。哪有可能呢？伊毋是讲要伫遐静养几工啊？哦，这我就无写清楚。哪拄好好？敢会讲天公伯，佮你责备我，这也无阮两个爸仔囝见面。你莫安尼想啦。对啊，我遐个一个所在，我哪有找到秀玲？有影，伫倒啊？阿三阿舅，这是秀玲的厝了。是啥？我阿母无伫个。
你秀玲的查囝。我恁阿公啦，叫做啥名？明玉。明玉，阿公哦，你安尼生出来，到即马拢唔捌看过，逐工我修炼的，你若无拢唔甲我讲，来阿公看者，明玉。我唔骂你，你出去啊！你出去啊！明玉，你是明玉对无？生恁捌阮，但阮捌你啦。你阿三叔叔吼，拢有甲你讲你母仔囝的情形。正经是你阿公啦，我是你妈妈故乡的朋友，我叫阿姨啊。你骗人啊！我阿母从来袂甲我讲，我有一个阿公，阿姨是啥，我嘛唔知影。秀玲啊，无要对我这老爸都袂要紧，怎无你这老朋友伊安尼？可能是你阿母无甲你讲啦，无你讲讲，你阿母伫倒位，我叫伊讲互你听，你就知影。我莫甲你讲啊，你一定是阮阿爸的歹朋友，要来抢阮兜的钱。你出去，你出去呀！你若无出去，我要敲电话叫警察。哦。秀玲啊，啊，唔甲囡仔提起讲我是伊的老爸，我实在啊，食到这老骨头，无路用啊，我看破了。好啊，阿伯，我咱在外口等啊。要啥物？要等就等。我看，秀玲是条过咧闪难。经过这么啊些年，有啥物代志咧袂解决的？也无想讲，我靠，我是无几年呢。阿伯，你身体无好，我看咱明早再过来啦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女友，妈妈。妈，你哪会从病院转来？拄则有两个人。我知影。你伫做功课是无？妈，拄则有两个人，伊真正是我的阿公，甲你的朋友吗？你莫问，紧做功课好无？嗯。妈会找时间豆豆甲你讲，其实我是一个不好的查某囝。假使若是有一天我无伫的，你一定要替妈妈好好友好阿公，好好读册，你知影无？妈，我一定会好好友好你，甲阿公嘛会好好读册。这就是个无路用人啦！尾大尾是叫我大包装啊，最后尾就秀玲啊，咱见到了，咱好心要来找叫个人呢。我今日想创啊，叫我加人苦的嘛。你莫生气，你莫听我讲啦。这。阿三有打电话甲我讲秀玲啊是调侃乡下人的啦，伊讲惊看到你无民主啦。我知啦，伊条哥是生病，无爱甲我见面。个性我含你同款，拢遐硬啦。阿伯，我是要互秀玲带转来，你讲我安怎？要带秀玲转来哦。好，哎，较早转来。但是我想讲好哦，秀玲若转来，你脾气爱改哦，袂使逐工急面相。我咁拢遐歹看的。好啦，我遮。你脾气若无改吼，你查某孙唔较转来哦。会啦，
我会改。